台湾积体电路公司传出了先进制定的秘密，向出卖啊！台积电前任的资深副总罗伟仁被认为将这个秘密送去 Intel 换去做官。其实过去台积电就捌甲进前研发主管刘文雄进行4年的告诉。这个刘文雄是向指控泄露营业秘密，和三爽去换一个官位，最后台积电胜诉。所以外界咧联想啊，佮同款的代志是咪佮发生一遍啊呢？对这个情形呢，经济部长龚明鑫就表示啊，规个过程佮咧查明的，但是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对整个事件嘛未做出正式的回应。前台积电资深副总罗伟仁传出偷摕先进制定机密，而且跳到竞业对手英特尔消息，和外界拢伫咧注意。知名半导体分析师刘兴之认为，这一件代志实在是互人想无。现在有的伫咧台积电贡献几十年、供应退休的重要老干部，拢加入竞争者，帮助新头家打败老头家团队。也来讲是因为台积电有老员工出代志，已经是第一摆，尤其是2012年这一件，前研发主管刘明雄伫咧离开台积电了后，跳到三星，帮助制定进步到10星内米，佮成功摕到苹果处理器的订单。台积电今年以泄露营业机密告刘明雄，诉讼拍要4年，台积电嘛拍赢。那这一遍罗伟仁若正办做这个代志，偷摕台积电的高阶机密，咁会真做刘明雄事件翻版。政府关心的。第一个当然是国家安全的议题，第二个是整体产业的利益，第三个是个别厂商它的这些损失等等的一些情况。有关于国家安全的层次的部分，那大家也看到高检署已经开始做调查了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经济部就会配合去说明现在这个关键技术、核心关键技术的这个管制方式。政府即马上要紧的就是国家安全的记录，说来会厘清罗伟仁敢有犯国家安全法或者是营业秘密法等相关证书，说来会采取什么款的措施，就要等台积电正式对外说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